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，提报班。来，欢迎第一组来宾，生队。哦，水哦！气势气势，好，第二组来宾，欢迎来银队。四个啊！来，耶！好，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花枪欢迎单鸿辉单老师。讲台语，唱台语，大日拢欢喜。是，讲台语，大家拢会欢喜啦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，欢迎阮这组的来宾，是的阮的队长，夏明友老师。老师好啦，嘿，好的啦。阮今仔这哦，拢是较早有因我查某囝，哎呦，早囝，阮查某囝朋友诶。早囝朋友拢来啊啦。是今日阮来啊吼，是因为烈光。哦，烈光剧团，烈光剧团，阮有是，应该是算旧戏新演啦。哦，故意是阮要过来啊啦。播出啦。嘿，来，换你介绍你的迄个早囝，好不好？我第一届演舞台剧的时阵，是阮查某囝，早是起。黄有心，哦，黄有心，是啊，毋过这道伊无演，啊是，伊去别位演，哦去别位演的演这个叫做什么？我去成功庙啦，我想讲吼，啊，回伫阮阿爸会当伫咧人间条件嘛，人间条件，所以我就去成功庙做女神呐。哦，去做女神啦，哎呦，是，欢迎女神啦，哈，来，即马换男神啊啦，男神，嘿，来介绍你去，大家好，我号做吴华温呐，华文啦，好呐，华温呐。咱演当时演，阮是今年的10月9号到11号，伫咧国家戏剧院，是总共有4场。4场，啊，过来就高雄的卫武营，11月13号到15号嘛是有4场。是，啊，过来就是12月4号到6号，台中市的中山堂，嘛是4场。是，哦，过来个加演的，明年哇， 1月，伫咧咱的台北社区舞台，是1月15号到24号演2礼拜。啊，另外一个好朋友是吼，是阮烈光的好朋友的，另外一个剧团呐，嘛是阮好朋友啦，来介绍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忠兴啊。这出戏叫做《卖叫我成功》啊，嘿这个哦哈，卖叫我成功伊得真侪奖哦，是嘿咱有戏剧奖，是因得有足侪奖的，是8月28到8月30，伫咧台中国家歌剧院啊，哦歌剧院啊，还有一个台北场是台北9月4号到9月6号，伫嘿嘿咧台北城市舞台嘛是有4场。好，欢迎，好，走入去就是阮亲嘛，啊阮亲嘛亲嘛，金文来哟，亲嘛，哎呦，我恁烈港的会员呐，哎呦我就是看人间条件，是不是嘿，阮母也嘛有去看啊，Mary 姐，你讲吼，烈港的人间条件往哪考？哎呦，真好，真赞吼，哎，我从母啊来啦，母啊，你有啥物话要讲哦？哇，Mary 姐啊，看下，还有票房大卖，感谢美女姐啊啦，赞，这句实在啦。哎，咱会说入去换弟弟是不是嘛？爱甲阮介绍一下。哎，我弟弟来，弟弟。练雅书，哦，欢迎，来弟弟，咱自我介绍。哎，我是歌册小弟，歌册小哎，弟。无唔对啊，好，欢迎林家，在林家的边仔哩。这个我教的学生啊，哦是进前吼教伊唱歌，佮写歌词，伊歌词嘛写了真好。哎，讲到歌词吼嘿，老师你捌替迄落经文写过歌啦？有呢。老师，咱以前较早唱名歌的时阵，咱是算是同事。对，哦，安尼民哦，国的时代因二重唱的时阵，这少年哦。啊，我咧做助理，
制作助理，然啊，后所以是民歌餐厅咧唱歌，对，是都一首歌哦，你嘛袂记哩啊？是不是合体？什么蛙歌啦？哦哦，我好像合体虾米蛙歌你，的词是你写的，中原的曲啦，救人哦，哎呦迄条歌即马上红呢，安尼吼。咱即马安尼讲，就敢若真正一个吼，嘿啊剧场就敢若一个大家庭。对咱今日就是大家庭来比赛哦。是啊全部吼，等下真正爱拼一个输赢哦。无问题拼输赢是要安怎拼咧哦？咱来先甲规矩甲大家讲一下。是咱这摆吼，共款拼3关就会使。三关，今日是初赛第1关嘿，那过关了就复赛第2关，哎，这2关拢有奖金哦。是哦，啊，搁来决赛，那是总冠军100万的奖金，互你砸上去。来100万，恁有注意到100万伫倒无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现场有呢。哦，真正恁找无？哎，来报恁看者，好来倒啊卡，哎呀，好野的所在，有呢。真正是阮的在乎啦，是。哎，阮这刀啊吼，莫甲阮变去啊。有影100万就一只啦，哎呦是。好，来，咱这个大家庭，咱要开始比赛哦，要拼哦来哦。好，来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嘿，来第一回合，大世界又看麦，要安怎摇咧？哦，甲两边报告一下吼，咱这回合拢总2题尔。来，咱先请者。好请者好，来两题。 2题尔。两题哦2题尔。吼，啊，一题有3个提示。 3个提示。看一个提示写一个答案，拢总一题3个答案，2题6个答案，一个答案若对就1000，上济摕6000转去哦。好，来开始哦，题目啥咧？哎，头一个要问你的是，这是什么国家？哦，是虾米国家？国家甲城市拢无共款无共哦哦，莫写是唔对哦国家哦。嗯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哦，水，哪知影答案就紧的先写哦。哎呦因为咱敢若5秒的时间会当写尔。好来哟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阮跟队的澳洲、澳洲、澳洲澳洲，是。来，来，往咱这边对。好来，伊是来讲伊拄仔才去过，哦，这我无去过啦，我讲你去过，有去过意大利，真无去过。哦，遮无去过。应该是哦，因为意大利我唔知有偏海无。有啊，嘛是有偏海。半岛。哦，无定着你去过，你唔知呢。对无？这是一个角度拍尔。去过遐附近，附近就对啊啦。好，不要紧，免紧张，咱还有第2个影片哦。好，来看这第2个影片好不好？来，第2个影片，请看。哦，安尼就应该看清楚啊非常的清楚咯。哦。是哦，好，来，今日写咧5秒，5秒，来。你看迄船啊，一只一只。 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停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咱跟队的意大利。嘿，好，来，换咱这边，这边嘛是有，哎呦，笑干呢呢。因为你拄啊去过对，呢。我正经就去过啊，嘿，公岛啦，嘿，公岛啦，公岛啦意大利，意大利。有水无？有够水的，有够水哦是一世人吼，应该爱去一届意大利。好，来，关键来啊哦好，第3个提示哦，好，来，咱看后一个影片，请看。哦，嘿，这应该搁较对知吼。啊，这世界有名的吼。来哦，今日写来个是。 4、3、2、
2、1，好来，咱答案拢有啊吼，嘛是共款是意大利啊。啊，这电影定定搬，哦，就伊足爱看电影，伊看若是看电影，无是影集迄种，就是笑的，哦，会迷落去就对啦。拢袂落去。哎呦，吼，伊拢甲迄剧情拢记伫头壳内面。安尼无怪伊有看过。较早这样动物咧相拍的所在。好，来换咱这边，意大利，意大利，我第一个诶，我甲你讲，我去第二天就去互抢劫，哎呦，哎呦，钱拍无，钱拍无，吼一对翁仔某留你卖的哦。讲这，我顶个月才这个斗兽场、罗马竞技场，我才甲伊翕过。迄黄昏的时阵哦，有够水哎呦的。其实伊毋是黄的剧场哦，伊是椭圆形的。正确的答案是意意大利。大利啊！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阮港队是丢几题？两题所以有2000，嘿，啊来，咱的银队有3个所以有3000。咱拄仔看第一张有做者彩色的，即个厝吼，迄个设计甲真水吼。啊，你个第二张大家拢比较较知影，迄个水道吼，嘿，啊，过来就是第三张，咱即个所谓的罗马的竞技场吼。啊，我想这个景致大家拢足熟悉，啊，毋过我要讲一个是即个名的写汉字的问题啦吼，因为大家拄仔是拢写迄个。意义的义嘛吼，啊当然对华语来讲无差啦，但是若对台语的汉字来讲，意义的义是叫做义，啊心意的意是叫做义，嘿啊所以若是一般应该是讲华语的翻译嘛，有时啊是写迄个意义的义，有时啊写心意的义，啊但是若以台语的汉字来讲是写心意的意，迄个音较我本来的音啦，因为咱讲意大利吼，意大利对，啊那所以若是以台语汉字来讲，汉字应该是爱写心意的意，较我迄个音安尼啦。谢谢老师。哎，这真有人有写呢，有人有写呢，有迄个意义的意，啊，有一个心意的意啊，无共款。哎，毋过念起来较像遐个意较对。意大利无吼，毋对，无毋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拢取消啊哦。好，咱即马拢有分数，咱即马差1000。哈，咱搁拼一个哦。加油哦好，来，要问啊哦。好要问啊好题目是啥？哦，刷来要讲问的嘛是，请问这是什么国家？是国家哦。国家哦国家爱记哩哦。嗯，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要来哦，要来哦。哦。哦，嘿，这嘛真算是，明显哦，哈。这嘛算是最有名的景点。是无毋对，无毋对。好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停。好，对。对对好，来，你这啥？哎，柬埔寨，啊！你安尼，阮看无到。我感觉伊是 G 哈。哈，是吗？是。来，咱问一个老师，老师柬埔寨，伊安怎讲？台啊语？，你若台语，咱一般拢讲柬埔寨啦，就照迄个汉字嘿，柬埔寨安尼。柬埔寨，你的柬埔寨较想要有济，吼，柬埔寨其实拢足相像的。对啊好来，问咱这边的人杰的，应该是泰国啦，我才去倒来。哎，咱这边是旅游的啦，啊，咱这边是做工的啦。对啦啊，这样你就是有差啦。这口走较好过。不要紧，咱莫互伊骗去嘿。咱即马来第2个提示，咱就较清楚啊。嗯好，好来看后这个影片，请看。哦，是毋是？来哦，看过哦。是。是啊。好，那再就变成写哦。这非常。来，3、2、1，好来，来，来，泰国。泰国。来咱这边的，哎，泰国的朋友，做咧笑。温卡萨迪卡，我水晶晶，我顶礼拜才第一边啊，泰国啦，水晶晶，水晶晶，水晶晶，啊，你好咯，你看到？你看到有你有去看到？这应该大佛。好，好来，后这个影片请看。
安尼啦，这就明显啦嘛。是，吼，啊，今日写哦，对咧，这就明显啦。对啊，而且船顶爱食迄米粉汤，吼。嘿，三，搁通啊买足侪水果无共款的哈。一停，好来，咱跟队的。泰國，对，啊，咱这边泰国的朋友，泰国假米粉汤水上人家，对啊，就是爱去遐食迄气氛的啦。啊，有串冰啊，是，串冰。正确的答案是，恭喜！好来，咱加一个分数吼，咱跟队丢几题？丢2个，所以加2000。嘿，啊，咱金队咧，哦，丢3个加3000啊！真厉害！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就是每一个国家有伊的传统的迄个文化，甲迄种思考，到底建筑要安怎起迄个物件，这是一个足优秀的一个建筑吼。啊，第二个迄个吼叫做巴达，叫做迄个因有一个名叫做黎明寺啦，因为因的迄个当地话是叫做瓦阿伦吼，瓦阿伦迄个阿伦就是黎明的意思，天光迄种黎明意思安尼。啊，当然嘛有另外讲叫做地王庙，不过应该是黎明寺的较下迄个意思啦吼。啊，迄个嘛是足重要的一个，就是讲咱看迄个建筑，伊是足侪迄个灰啊吼，灰啊片吼，啊来甲伊迄个完成来甲贴起来，这嘛是一个真优秀的一个建筑吼。所以我即摆要讲这个意思，是讲有时啊，咱拢会感觉讲，东南亚国家哪亲像甲台湾比，哪亲像较无遐尼进步，但是其实咱应该爱换一个思考点，就是讲去看伊的传统历史文化的物件，其实有足侪是咱对袂着的，嘿啊。因的建筑确实是一个足趣味的啦，吼，足优秀的一个艺术。啊，当然第三个咱拢知影讲，拄仔咧讲的吼，伫水上啊船，甲拄则咱看迄个意大利迄个威尼斯，敢若不只啊城吼，啊，毋过当然威尼斯较快啦吼，啊，咱这是较矮的一个河道吼，啊，然后有真侪交易，伫遐咧卖物件、食物件等等，吼，互咱会当看到真特殊的即个光景，吼。以上是来看咱的跟队，跟队分，今麦有4000。嘿，啊，咱的金队咧，有6000咯。哎呦，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。好来，第2定国机。高庙拼输赢。哦，要安怎拼？规则讲一下。是，咱这回啊，吼，2队的4个人拢爱起来才比赛哦。是，每一个人拢爱哦。是1队定高机。是。啊，咱会出题目，有一个图，互恁看，每一题拢是一个图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啊，伫个高庙以来，把这图的名称讲出来。比看卖定一个高机，你就知影吼。来，咱请第1位上台。来，请。哎，水姑娘啊，配水姑娘啊啦，是。为什么要偷啊笑哈？免笑，你就大声甲笑出来，不要紧。你爱说你啊！好，来，咱的主题是啥？咱的主题是日用品。你常看到的。你常看到的哦。好，来，准备好啊哦。阿姊都不人生。啊，阮。啊，歹势吼，亲嘛，阮这边先。Lady First， 阿姊是查某囡仔，我查甫。安尼哦。这边先无定着是好的。安尼哦。不要紧哈。咱这边先哦。好，来，咱准备哦。好，来，车开始。菜龟布。哦。豆布。好，袂歹哦，有咧做家事哦。雨伞。水哦。圆珠笔。哦，有咧写字哦。菜点。水。哦。香。哦，好。记得。5秒、4秒、3秒。啊。哦，水。电火、电烫。不是5秒、4秒。过来。棒烫。2秒。灰烫。不是。灯烫。什么？灯烫。灯手电啊。手牙的。手电。
嘿啊，秋灯，哎呦，亲嘛，咱顶打啦，哎呦，啊，分数大安尼，我看到飞过来啊啦，来分数先甲加一个，恭喜工队得到3000咯！不要紧，咱有什么疑问，咱就等候老师，老师会甲咱解决，哈，来，老师，就是手电啊，手电啊会差一撮啦吼，啊，因为伊是摕咧手的，所以这手一定要讲出来，是，嘿，对，袂使干那讲电火，因为电火当然是这个风清啦，吼，是，嘿，啊，一定要讲手电还是手电啊，安尼。不要紧，来，咱即马进来换人。美女姐来，美女姐来，美女姐来啊！讲三摆啊！嘿，讲三摆真重要，爱讲三摆。嘿，我先啊，你这样咱讲一个啦，啊，咱讲一个啊。你拄仔应该是拢知影，因为我看你后壁咧加油的声足大声的，是毋是？平常时日常应该是妈妈对妈妈来讲。真简单，对。因为咱迄落，毋过即马吼真济吼，阮题目有当时爱出少年的即马会讲的物件，嘿，啊，这就是看少年的啊啦。看少年的老的对袂对啊？你即马若讲赢伊，你有知？我就嗨啊！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就对啊。反正真迄落啊，真拍拼。哦。嘿，伊嘛是舞台剧的演员。哦，少年人。啊，我先讲一个主题。好，咱主题是啥？啊，主题是板凳。板凳啦。板凳会看到有啥物咧？捌食过啦吼。勉强。哦，好，你刚才有讲到来。米粉叉。哦。头家。哎。哦，赞。香菇鸡汤。哦。鸡肉。白斩鸡，白剁鸡。懂吗？不要紧。板凳的台语真多，你敢拢会晓？咱主题是啥？啊，主题是板凳。板凳啦。板凳会看到有啥物咧？捌食过啦吼。捌食过啦吼。看有内面有啥物哦。好，来，这届真正是你先发。你先。安尼哦。好，来啊！准备好啊！好，来，车开始。勉强。好，你刚才有讲到来。米粉叉。头家。哎。哦，赞。香菇鸡汤。哦。猪。对啦。汤匙。边角。哎，是哦。高粱。鸡肉。白斩鸡，白剁鸡。哎，白剁鸡。懂吗？不要紧，懂够啥？系啊，白剁鸡加盐水啊。是，好来。老师哦。这等下咱问老师，你老师无，你就应该是有的。你拢讲啥？白剁。哎，白斩鸡。好，不要紧，咱等下看老师安那念哦。吼，啊，咱拄啊叮当分数先互伊。好，啊你唔通个，伊有演出咯。好，你莫搞。不要紧，才3000块尔，等下个抢到转来啊。你营养用钱你有搬去。来，分数先。可以啊，搁加3000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其实咱当然这个动作讲读是无唔对啦吼，啊只是讲这出菜，这出料理，一般大部分的人是讲另外两个动词啦吼，一个是讲白杀鸡用杀的，啊另外一种是讲用斩的，啊所以讲白斩鸡，就是所以这嘛袂当讲你完全绝对唔对，是因为这动作讲读是无唔对啦，嘿啊只是讲用伫这个鸡肉料理来讲，吼，就大部分听到是讲白杀鸡还是白斩鸡安尼。以上好，不要紧啦，免烦恼，后生来啊啦，阿生嘛去等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两位拢是音乐人啊？嗨，大家是，啊是一个老师，一个是学生。你有出过迄落专辑？有出过单曲，嘛是台语。台语的，啊，家己嘛有咧写一寡台语歌，嘛甲阮金文老师有合作。是写一寡北咱党的插曲。
哦，啊你知影老师？在，我偶像，真正的吼我姓。不过你唔通搁升啊，嘿，美女你看你美唔通个输啊，嘿，嘿，你一定爱赢。加油！是啊，老师其实平常时也是上啥哦，拢讲台语。哦嘿，老师拢讲台语，伊真罕你讲华语因为。我住台南啦。对，来，咱主题无共哦。主题无共咱来看准备者哦，吼，来主题是啥？咱的主题是看医生，看医生。去看医生会拄到什么物件？嘿，是什么物件咧？吼，来，我今麦换咱这边生活啦哦。好，来，请准备，请开始。北，青色，袂歹袂歹，乖啊！哦，轮椅，哦，拢简单的哦，简单的哦。药局。哦，这张叫做啥？健保卡，哎，对，来，过来来，哦，这下当。哦，眼啊，哎呦，袂歹哦。哦，电工片。哦，这困难呢，这困难呢。这是药单，哦，哎，袂歹。哦，啊，翠阳。对哦，看会当20无？这听筒，哎呦，这火药机。这看近视的看近视的。近视片，哎，这是咱录影来吼上济题是不是？对，哦一来一去拢无停，真厉害。嘿，啊，毋过这确实有影吼，咱真罕咧讲，我唔知啥货咧用应。该是教理番呐，视力表。哦，视力啊，因为看视力。系啊。哦，是，好，我得顶答着，对啊分数多少老师？哎呦来，咱分数甲加落去。佮加3000加9000啊啦！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老师，拄则有一个所在吼，变做是讲有两种可能啦吼，是就是你若要讲迄个计划计，伊是应该是计的音啦。啊，毋过嘛有人讲用记的啊，因为咧记血压的，啊，但是伊咧要讲计算血压的，所以血压计也是讲磅血压的、倒血压的、吼量血压的，这拢有人讲。啊，拄则迄个阿翔讲迄个视力，毋是视力，是视力啦。视力啊，视力表才对。公司的视，嘿，视力表，吼，啊嘛会使讲是检查目睭的，目睭检查表，吼，这拢有人讲。目睭检查表袂啊，歹。迄个眼啊嘛，人讲眼巴安尼啦，吼。咱搁有人无？啊，佮存一个。搁有人哦，一个咱搁会当加油哦，你记啦。好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是，最后一位啊哦。冇问这对着扣你啊，咱拢0分啊。哦，是，这是就靠你啊。专队的希望啊。好，无问题。来，咱先讲者主题是啥？咱的主题就是装卡，装卡。装卡会看到什么呢？想一个哦。是，好，装卡会看到什么哦？吼，来，即摆你先发啦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准备哦，装卡哦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稻草人，哦，有操啦，哦。环大会，所以会使，哦。脚踏车，哎，低头，哦。修路，哦，袂歹。蔡德啊，红牛粿，哎，所以，做只久。布袋，麻布袋，哦，米红，米红啦，米红啦，哒。啊，歹势，专队的希望无啊。哇，爱落去。嘿啦嘿，好，来，了解咱个订单，咱后一个回合再我摕到倒来。都拼。好，来，分数个加落去。终于搁得到3000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
迄个调的问题啦吼，咱讲红啊是迄个布袋戏红啊，红啊迄只是红啊，吼啊咱这个是叫做米红，迄只是米红啊，吼，就是讲你个调的问题小可走去。嘿，啊，迄个拄则讲脚踏车是对，啊，当然咱嘛知影脚踏车佫有足侪无共款的讲法啦吼，哎呀，空明车啦、铁马啦，吼，自轮车、动轮车等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先请回。请回。来。好，今晚上重要。你看伊骹步偌叮当啊，就叮当啊！你有真的忙拢无呀？好，来先看分数吼，看阮跟队的分数。今嘛冰盘16000咯。啊，那咱金队咧？啊嘛是6000有收掉的。不要紧，咱的后一个回合会当探倒转来啦吼。好，今日来去咱的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。咱跟队派出来是咱的夏明友老师，嘿，啊，若是咱金队派出来是咱金文。好，即马真正要来拼哦，2家来拼台对阵开始。哎呀！就贵啦嘞。无咧牛的哦。八题是哦，八题是，是啥？我唔知影。吼，唔过吼，咱这就是有一个规矩，就是讲分数较少的人，咱有权利通啊选什么话咧？阿上是咱选这8题是代表8个无共款的奖金。奖金哦，上济15000块，哦，15000、12000、1万，啊，一直都去上少1000，所以啊，好好啊选，豆啊紧哦，嘿。是，啊，而且咱阁有2届救人的机会，因为咱有8题是嘛，就8题嘛吼。好，来上回咱甲题是念一个百会，神，剑西，植物，红啊飘，槟榔，日子，柑仔蜜，金文心嘛，来你先选啦15000选起来，先选先摇。Mary 姐，你感觉倒一个是15000的？因为你较爱钱，你较有迄秀气。系啊，你对迄钱有无？你会偏着迄钱。较有灵感。嘿，来，你看你有偏着无？神嘛是有2种啦，一种咧天顶，一种咧飞雨神。算者。神呐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神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，有够有情况呢，袂歹呢，袂歹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讲一个人小面神，是讲伊安怎死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小面神。那唔知会使去问求救！哎呦，救人啊！第一题就要救人啊！哎呦，来哟，救人哦！小面神叫做歹势啦。歹势啦，小明星啊，你这叫小明星啊，是足歹势安尼。你爱决定你对对。对啊。听 Mary 姐的好。好，来你的答案是歹势。好，来咱来看者，歹势对唔对？相信。后来分数甲加落去。Mary 姐加9000咯。哦，后来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咱这个什么神吼，咱常常比如讲好笑神吼。小面神、大面神，吼，这个神是咧讲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状况，还是态度安尼啦，吼。啊，通常当然拄则有讲到一部分，就是讲较惊歹势啊，吼，啊较唔敢甲人讲话啊，还是讲感觉就是面皮较薄啊，这种意思。所以咱若要讲一个较综合的，其实会使讲是较避暑啦。哦，嘿，较避暑安尼，吼。啊，当然歹势惊歹势，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，嘛是会使算到安尼啦。好，以上。来，换咱啦，老师。你有较高的无？较好诶。哇，你有感觉对？你搞呢？我拄仔是想讲，先看日子好过无啦。日子好过，啊，你钱较少呢，减西钱敢会较济？哦，减西。哎呦，减西伫阮安平啦。哦，好，好，减西。哦，老师要选因在地减西。减西哦。安平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减西的奖金有偌济？万二咧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剑西是咱台南安平的吉祥物，你敢知影剑西吼喙内底加迄个剑，剑的方向吼对倒边到正边，伊代表的是什么款的意思？是咧祈福，
还是辟邪呢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为倒边到正边哦。是，这求救无效啊。嘿，你意思恁这三个队友无效？你的感觉，时间要到，紧吃紧吃紧吃。你的感觉是啥？祈福，祈福哦，祈福。是祈福哦。祈福，好，有信心无？有信心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祈福对唔对？好，来，分数我加落去。果然在地加万里咯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啊，这并唔是讲足侪所在有啦吼，是啊，拄好咱台南，尤其是安平，遐有一个检西亭，对对对啊，迄有一寡检西的即个部分，就是有讲加两支检的啦吼，啊，加两支检是讲要加强迄个祈福甲即个辟邪的效果，嘿，啊，所以即个方向嘛真趣味吼，就拄仔讲的对。倒边正边安尼是祈福，啊对正边倒边是辟邪安尼，哦，真趣味啊！谢谢老师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晚换你摇，看者要倒位。加油加油！我感觉吼，我选冰冷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冰冷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1万哦，袂少咧。哦，袂歹袂歹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知影槟榔树吼，啊内底有一个槟榔心嘛？啊，你敢知影槟榔心讲的是啥物？是槟榔树的迄个种子，还是槟榔树的迄个叶？哦，哦，来60秒的时间。心冰冷秋冰是，那唔知影哪救人啊？你要救人无？叶的，哎，我要救人无？喂，唔免跳，唔免时间搞紧吃的，嘿嘿，嘿，叶的，槟榔树的幼叶呀，嘿，哦，幼燕哦，哦，槟榔树的幼燕对唔对？嘿，1万块哦！哦，进卡！来，分数。恭喜哦，美女姐啊，搁1万哦！槟榔是台湾原住民族吼，真重要的一项物件吼。啊，虽然讲现代的观念感觉讲所谓补槟榔，那是补伤这致癌吼，啊，毋过伫个文化上来讲吼，槟榔是真重要的一个物件。啊，当然这个心就是记迄个要袂这个发甲真大张真。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幼燕的部分啦，吼，所以咱有诶讲叶，有诶讲燕，吼，这有小可地方差啦。有诶人是讲哦，迄叶剥出来啊，吼，啊有诶是讲迄燕，吼，是就是一个做细，吼，做油的部分安尼，吼，所以是幼燕的部分无毋对。好，来，老师换你摇，你头仔讲日子啊，你感觉？你感觉啥？拄则讲吼，也是讲咱要摕100万来选一个百岁的。哦，哎呦，袂歹哦，有野心，有野心，百岁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百岁奖金有偌济？哦，你袂衰呢，贵足旺的。好，来，我出题啊，好来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头一间百货公司伫咧什么县市咧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，倒一个县市。会使画救人哦，哦，免，唔免挂，唔免挂哦唔。免话，安尼10秒要紧试落哦。是，好，台北市台北市。为什么？菊百货，百货举百货，货，是吗？有无无？第一个百货公司。不是恁百货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台北市对唔对？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恭喜哦，得到15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哦，这好你家财，我本来想讲你会讲台南咧，我也是，我嘛是讲是台南呢。无啦，因老师给为迄个。你解释。拄啊好差一丝丝啦，其实叫元百货甲即个林百货吼差无几个月啦，嘿，拢是1932年啦，嘿啊，伊个叫元百货吼，迄当阵拄出来，啊，其实落尾林百货嘛类似啦，就讲即个叫元百货是7层楼的啦，啊，迄林百货是5层楼的，嘿啊，所以林百货伫台南拢一般拢讲5层楼啊，5层楼啊安尼吼，啊，即个叫元百货即个7层楼即个吼，当初大家拢足。
欢喜去要抢坐，就是迄流浪，因为咧流浪有第一个有流浪的吼，会通坐百货公司，足现代叫原百货，就是伫即摆平阳路甲博爱路迄交车迄附近遐，就是叫原百货迄个所在。六百哦，现在即摆六百。嘿，咱即个台语台有即个北城百货店吼，应该无偌久就会推出，就是有讲到即个，有讲到即个叫原百货即个，对，好，以上。老师你就偷呀？袂啦，万2万5嘛，啊一万出来啊吼，咱慢慢啊斗去就对啊。咁到来，今年算，来要选倒一个，拢可以算去啊。还是干妈米，还是？我讲好紧，莫去紧到1000个就好。卖给Mary 姐，红阿飘，红阿飘，好来，红阿飘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袂歹哦。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红阿飘是真侪人细汉时阵的迄个记忆内底的物件，伫咧别个所在嘛，互人号做是扁扁也是圆圆咧。圆圆啦，红阿飘是圆圆无对，啊，毋过伊嘛扁扁啊。奇怪啊，边啊，你两个人有来无啦？我看过。那有可能你这个会所你无看过？哎，家庭唔通死就好啦。红阿飘除了这个名，有人叫伊扁扁还是圆圆咧？好来，红阿飘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袂歹哦。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红阿飘是真侪人细汉时阵的迄个记忆内底的物件，啊，伊吼伫咧别个所在嘛，互人号做是圆圆也是扁扁，扁扁也是圆圆咧。好来，60秒的时间。咱个叫做红阿飘，啊伊嘛捌互人叫做是扁扁也是圆。对。救人哦！哎呦，救人哦，来哦。紧来救哦！是圆呀，扁扁呀，圆圆啦，红阿飘就安尼一般安尼圆圆拍落去咯，圆圆嘿。是啊，毋过伊是扁扁才拍，是一个圆圆的红阿飘，红阿飘是圆圆无对，啊，毋过伊嘛扁扁啊。扁扁迄毋是红阿飘。哎，奇怪啊，边啊，你两个人有来无啦？我看过。洪武侠你毋捌看过红阿飘？细汉是较早。那有可能你这个会所你无看过？哎，家庭唔通死就好啦。你来乱啊！歹势，选一个答案。圆呀，是爱扁扁。圆啊。圆，吼，圆啊。是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圆对唔对？其实两种拢有道理，无毋对啦。有啊。不过当然，这就是讲有的所在有这个流传无共款的讲法吼。可比讲嘛，有人讲是敢若袂输倒片的，会当安尼倒来倒去吼。啊，扁扁是有的所在有安尼讲啦。啊，因为伊个形确实是扁的，啊，线红阿飘嘛，吼，线红阿飘。嘿，啊，顶面哦，当然这是较怀古的物件，较古早物啊，吼，即马可能较罕咧看到，吼，毋过就是过去迄个时代真侪人的佚佗物之一啦，吼，好，以上。即马换咱哦，今年哦，啊，不剩无济，剩无济，剩晒。我感觉恁敢有劲。我已经无感觉啊，无百岁摕到啊，无好好来过日子哦。过日子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日子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嘛袂少袂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今仔日是20号，啊，昨日啊是几号？嘿，来50秒的时间。敢有遐简单？这应该免10秒简单的啦。 18号。哦，你是昨日嘛？昨日啊。昨日是前天。嘿。啊那昨天呢？昨日。 昨日，我昨哦，好来，所以你是18号。18号。好来，咱来看18号对唔对？哇，有厉害，拢无互人骗去，哎呀！来分数甲加落去，终于哦5000嘛好轻去啊啦！ 咱听老师来解释。这是照讲是足简单啦吼，啊，毋过有的人可能小可会花啦，就是昨昏这个讲法，啊，甲昨日这个讲法，啊，昨日这有腔口差啦吼。
这有的所在音较重音的做日，啊，毋过像阮遐，阮就讲较悬低音，阮讲做日，做日拢有啦。过来就是日期的讲法。当然，咱即马若干那讲几号，袂输讲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号。但是咱若一般咧讲当时几月初几月当时的时阵，其实是无咧讲号的。所以咱一般是讲，比如讲7月初1，还是讲7月11，就是讲干那讲即个初1到初10拢是爱加一个初啦，吼。啊，若11到31拢是干那讲迄数字，咱就无咧讲加一个号讲。啊，够有啊，够有咧，无信心吗？不要紧啦，无咱有运动家的精神，哎，要拼到底啊！拼到底嘛。嘿，柑仔味来是第一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柑仔味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。真正是运气直直落呢。别，看伊要问啥货，对啦，吼，你就知啊，吼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南部上出名的柑仔蜜切盘，那在地人吼，伊上标准的酱汁是掺什么、淋什么咧？是淋姜汁还是柠檬汁？来，10秒的时间，这拢捌食过。姜汁，捌食过无？我去南部拍戏的时阵，我上爱食这味。是，嘿，姜汁，姜汁，姜吼，好来姜汁对唔对？正确，袂歹。来分数，加1000哦。有下过就知影，真正是介特殊啦吼。迄豆油搁掺姜汁，吼，搁有些有掺甘草粉，对。迄个柑仔蜜吼，一般拢会经迄个较定的，较毋是较软，较大粒迄种，嘿，来做这个切盘吼，这气味赞的。那真正有毋捌食过，一定爱南台湾来食，因为北部敢若较无看到，安尼处理，嘿。北部토마토拢会摕来做迄个李亚签，嘿，对啊，迄无共款。对，啊，柑仔蜜当然嘛有香口叉啦，吼，有的所在毋是讲柑仔蜜，吼，像咱台北敢若拢较少讲tomato，拢讲臭棋啊，臭棋啊是较中国嘛有咧讲，嘿，阮tomato。哎，tomato嘛有，哎，好来，剩安尼啦，第五名，剩安尼尔啦，安尼尔，吼，第五名，好来，看者第五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好，是安怎这厉害啦？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会当用植物吼来形容一个人吼真当下是什么植物呢？来，10秒的时间，当下，你拢还袂救啦？求救！来啦！好啊！你拢哎，你惊一条哦！哎，人咧讲当下是啥？当下，一讲出来，大家拢会晓。哦，我会晓。这题目常看到吗？恰查某。恰查某。这个不是。好，我唔知。恰查某啦。哦，这样对啦。确定了？确定了吗？来，确定就是恰查某对唔对？槟榔树，佮有另外一个名叫青仔掌，还是青仔掌？青仔掌还是青仔掌啦？青仔掌。对啊，讲说当下就是拄啊上讲一半，讲老的老布丁，少年较当下，对吧？吼，当下吼，这个当然是咧形容较袂定对，还是较冲动吼，较无见过世面这种的，对。啊，啥哪又甲青仔掌来讲是叫做较当下。听讲是过去有这个讲法，就是以早古代票啦，100块顶面有迄个青仔掌迄个度吼，啊100块伫迄个时阵来讲就是足大赢，嘿，啊就是讲啊你连这都无摕过100块的。就哪像讲较无见过世面，还是讲较无经验、较无一个什么地位，安尼迄个意思，本来是安尼啦。啊，毋过落尾拢摕来用这拄则讲的，讲较袂定，较冲动去款无见过世面。连这你都捌看过，大惊小怪哦，是这个意思。 100块是不是青色的？嘿，对，青色，对。好，来，即马看分数啊，吼，来看咱的更队的分数是偌济？有48000块。好，来咱个金队咧，毛26000哦。哎，嘛真牛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进来去咱的 temple 达成金。好 ，temple 达成金。金讲摕奖金。是，来，咱像奖金偌济？哦，甲大家报告一下，恁即马奖金有48000块。真悬呐！啊，那几节来算的，免哪摕？哦，咱甲恁报告一下，咱等一个游戏算起来吼，若是丢一个摕10%，就是48000。
啊，若对两个吼，就是摕4000啦，4000拍者啊4000，啊，那两个就是30%，14000，啊，那三个就是50%，24000块，吼，啊，那总拢对就是48000。咱来试一下因看，来，我来试嘛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啊，咱会记哩哦，家迄拢看好准哦。哎，上个名哦，吼，等下就来摕奖金嘛哦。开始，来，蚵啊，蚵达啦，蚵毛啊，蚵啊，蚵毛啊，蚵啊。哎呀，趣味的店铺达千金，让因会当摕偌济奖金回去咧。看好准哦。哎，上个名哦，吼，等下就来摕奖金嘛哦。好，准备好啊未？咱开始。来啊哦！蚵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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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蚵达啦，蚵达啦，蚵毛啊，蚵毛啊。哦，嘿，就是安尼。好，蚵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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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蚵达啦，蚵达啦，蚵毛啊，蚵毛啊。嘿，啊，等下会变一尔啦，哈。准备好啊未？加油哦！来，开始。来，蚵啊，蚵达啦，蚵毛啊，蚵啊，蚵毛啊，蚵啊。哎呀，真快笑，来过来哦。蚵毛啊，蚵啊，蚵啊，蚵达，蚵啊，蚵毛啊，蚵达，蚵达。哦啊，来，不要紧，来。蚵啊，蚵达啦，蚵啊，蚵毛啊，蚵啊，蚵达啦，蚵啊，蚵毛啊。哦哟，水。来，老师。蚵达啦，蚵啊，蚵毛啊，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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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达啦，蚵毛啊。哎，这对一个音乐人来讲真困难的是，因为老师不是念rap的，你知影？会啊，考100倍，差不多血压计啦，嘿。是，大家主要讲量拢袂歹，不过咱来看老师，互恁着几题。啊对老师老师来，老师，两题，两题。啊，真正拢会学达啦惊着啦。好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来，两题是偌济？奖金14400块。好，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哦，来，颁奖，颁奖。厉害，太厉害！来，来，奖牌甲恭喜挂起来，哎呦，水。第一道来倒摕啊，对不对？摕偌济奖金？这是有那万几啦。嘛是万几啦，不过吼，伫咱的上尾一个回合吧，吼，tempo 迄真正他摕到奖金摕到万的真少，嘿，所以讲咱转去的时阵吼，其实哦，咱嘛迄美女姐啊，我咧讲吼，咱即马有年会啊，咱来早早练一个，你啊练一个，嘿啊嘴哦，咱嘛通好算运动的意思，无唔对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啊，感谢咱陈宏伟陈老师辛苦咯。这回讲台语，专家有智慧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边来去。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再会喽。谢谢老师。谢谢景文姐，感谢美女姐啊，再过来，感谢阿姐啊，谢谢景啊。哎呦，行嘛，哎呦，恭喜你啊！谢谢妈妈，复赛过来的哦，老师。谢谢哥。摕到奖金吗？摕到奖金吗？老师谢谢。下次见啊！谢谢老师。